誒，小門同小安，你哋喺度睇緊啲乜嘢啊？我哋睇緊國家安全宣傳片啊！係啊，澳門每年嘅4月15日都會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。咦，咁其實我哋澳門到底有咩安全威脅啊？威脅其實唔少，境外勢力滲透、網上散佈假消息、煽動對立，甚至企圖破壞選舉同埋社會穩定，呢啲都會危害到我哋嘅國家安全㗎。呢啲威脅直接影響咗我哋喺澳門安穩嘅生活，因此特區政府嚴格落實維護國家安全法，涵蓋咗政治、社會、網絡同埋經濟等等嘅安全領域，為澳門構建咗全方位、多層次嘅國家安全防護體系。因為有咗中央嘅全力支持，特區嘅有力執行，先為我哋每一位澳門居民嘅幸福生活築牢咗安全屏障。治安警察局亦做咗多方面嘅宣傳工作。治安警察局護旗隊會走進校園進行升旗儀式活動，令學生可以深切感受國家榮耀同民族尊嚴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，增強學生嘅愛國情懷同民族自信心。係啊，警察樂隊仲會定期去學校舉辦校園音樂會，演奏國歌之餘，仲會介紹國歌嘅歷史背景，令同學們認識田漢、聶耳，了解國歌嘅精神意義。治安警少年團亦會參與各類愛國教育活動，包括參觀抗戰展覽、與國家金牌運動員交流，並喺5·4青年節、國慶日及澳門回歸紀念日進行升旗儀式。仲有曾經舉辦過嘅警察國安主題繪畫同埋口號創作比賽，令到青少年透過創作表達對國家安全嘅理解。國家安全唔係口號，國安即家安，家安則澳安。維護國家安全係冇旁觀者嘅。新時代嘅澳門青少年應與全體市民一齊共築國家安全防線，呢個係我哋每一位澳門青年嘅責任。守護國家安全，共建美好澳門。